来关心天气的消息，这昨甲昨日的天气是真温暖、真热闹。也毋过今仔日在北部又搁反寒，透早中部以北这雨水是加较高。气象署是表示讲，后一波冷空气会伫咧拜二暗到位，拜四进前拢会影响到台湾。也若气温嘛明显转凉，预计这北部是会降到15度左右。 拜二透早，北部是乌阴落雨的天气，气象署表示，过昼了后雨水会停，不过这只是暂时的，因为刷落来阁有水汽到位。气象署提醒拜一暗到拜二、拜三北部和基南地区雨有可能会落几天。明天在桃园以北、东半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，而到了礼拜三受到下一波东北季风增强，迎风面的降雨会再增加。我们预期礼拜三北部地区、东半部地区降雨的状况会比今明2天再明显一些。气象署指出，拜二暗阁有一波东北季风到位，影响台湾的时间伫咧拜二到拜四拢总3天。到时各地会转做淡冷的天气，温度伫15度左右，已经接近大陆冷气团的结束。 大陆冷气团的标准是台北市的气温低于14度。那以目前预估来讲，这一波东北季风它的强度没有到那么强，所以低温的部分可能大概在15、16度左右。毕竟还是有一个明显的降温哦，所以暖到凉的这个感受变化还是会蛮明显的。 气象署也提醒拜三水汽若有够，温度有够低，台湾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拢有机会落雪。拜四过昼了后，东北季风才会减弱，水汽会减少，全台温度会搁再回升，天气连咪寒，连咪温暖，乡亲就要注意温度的变化。记者陈阿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